尹晴柔，你不会以为你也有资格坐在这里吧？我当然不会那么想了，那个位置是我留给大王爷的。说好了是一家人吃饭，理当应该有一儿的位置。请皇上、皇后娘娘还有各位王爷。恩儿真有心啊！谢母后夸奖。小球子，奴才在。拿去御花园凉亭住吧。走，跟我走吧。皇上，这玉放在凉亭中，风吹日晒的，我怕可惜了这块石头。他就产自山中，狂风暴雨都不怕，怎么？到了皇宫反倒娇气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们也是一样，身为皇族，切不可肆意妄为，当为人民楷模。儿臣遵旨。好，坐下吧。啊，萧儿，你为父皇准备的礼物呢？儿臣为父皇吹奏一曲。加油，加油！阿广，大头！噔噔噔噔！哇塞，国内第一造型师果然不是盖的啊！哎，挺像那么回事儿。你可以侮辱我的性格，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的职业。怎么样？一会儿我再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易容术。瞅你那德行，哎，大同呢？我在这儿呢，哎，你们准备怎么样了？一切准备 OK。那就关门放皇上啦。来 OK。1、2、3，加油！好啊，小儿，此举饱含对我朝大好山河的赞。啊，儿臣献给父皇的贺礼，就是它。我？琪儿，你敢给你父皇纳妃，
你眼里还有没有母后？母后多虑了，儿臣的意思是，我未来的王妃给父皇操办了一场这么有意思的寿宴，这难道还不能算是我送的寿礼吗？当然不能。皇上，妮妮自己给您准备了礼物。哦，还请皇上随民女移步后宫。好。民女求了他很久，这位高人才答应今晚助大王爷回来见皇上一面。什么？叶儿？叶儿他回来？在哪儿？叶儿，皇上请。叶儿，凤凰留步。人鬼殊途，我们这样说说话就好。真的是你吗，叶儿？父皇好想你啊！儿臣也想念父皇，还有母后。每次看到你们因为我伤心难过，儿臣就心如刀绞。父皇，你和母后这样，让儿臣去，也去得不安心。叶儿啊，父皇后悔，后悔让你亲自带兵出征。不，能为父皇分忧，能为我朝江山社稷而战，儿臣虽死犹荣。只希望父皇和母后能够保重身体。姑姑，你说这个尹晴柔在搞什么鬼啊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就说不应该把寿宴交给他。当初你说你一起帮忙，你都干什么了？我是想帮忙，可尹晴柔不让。晨儿，在，母后。不如你去看看。是。叶儿啊，你可要常常回来看看父皇。父皇，我求高人今日带我来见你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不久之后，我就将转世投胎。今世你我父子缘尽于此，还请父皇勿要以我为念，多多保重才是。叶儿，叶儿，父皇，能做您的儿子，是我今世最高兴的事情。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，请把我埋在这。叶儿，叶儿，皇上，叶儿，皇上，叶儿，皇上，叶儿，坐龙体啊，皇上！叶儿啊！节哀顺变。叶儿，真累呀！
儿臣也去看看。皇上，大王爷已经投胎转世，还请您多多保重龙体。朕常常责怪自己，让他贸然亲自出征，又担心他怨恨朕。现在知道他的心意，也罢。希望他能够投胎找一个好的人家。皇上，大王爷刚正不阿，又为国捐躯，上天一定会眷顾他的。想不到你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本领。皇上谬赞了，那个民女儿只不过是运气好，得到了一位世外高人的帮助而已。世外高人？他现在何处？朕一定要重重的赏他。世外高人啊，世外高人肯定是回他的世外去了，他们不在乎这些功名利禄的。而且皇上你要真的要赏的话，那不如就赏我吧。啊，我说怎么都赏给他了？真想不到你是如此爽快。皇上，民女是个普通人，普通人谁不想升官发财呀？不过啊，民女不想升官，民女就想发一点点小财。好，那朕就答应你，赏你黄金100两。1发了，100两啊！100两？怎么，嫌少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谢皇上！黄金100两，我要发！二哥，三弟啊，你可接到父皇了？父皇和尹姑娘好像还在书房，我不好打扰。哎，尹姑娘是你未过门的妻子，要不你进去看看？既然他们还没有出来，我们在这里等候便是了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母后看父皇离席多时，特意让臣儿过来看看。皇上，皇后娘娘他们也等待多时了，不如我们就赶紧回去吧。好吧。你们俩也跟我回去吧。是。皇上，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是不是尹晴柔又做错什么了？没惹皇上生气吧？晴柔这份礼物啊，非同小可，甚得朕心。父皇，到底是何礼物？儿臣越来越好奇了。这……皇上，民女有个请求。好，说。我希望这份礼物成为我跟皇上之间的秘密。好，朕准奏。谢皇上。皇上，难道连哀家都不能知道吗？皇后，不要着急。
这份礼物非同小可。你只要知道，朕从今天开始一定会保重龙体，伊儿的事情不会再伤心了。皇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身为母亲，伊儿的事情，朕难受，你一定会比朕更加难受。但是你为了朕这么多年来一直忍着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只要皇上明白臣妾的良苦用心就好。朕都懂。好了，今天是朕的生日，不愉快的事情咱就不说了，咱们全家一起吃蛋糕，喝 Lucky。扫货行动开始！太过瘾了！以前啊，我就想着去星光天地扫个货什么的，就学电影里那样。这个都不要，其他全给我包起来。没想到在古代实现了。就是这个粉呢，质地太粗糙了，一点都不贴妆。就是，你看看，哎，你看看这个，手艺也太糙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要是嫌弃啊，就自己做去。你以为我不行啊？如果我真开个胭脂店，就得比他们都强。哎，没错，要是让我在这儿开个铺子什么的，我做的东西保准比他们有用的多。那就开呀！开什么啊？开什么？你开胭脂店，你开百货店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是这全京城最有钱的人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们俩开店，那你干嘛呀？你就白吃白喝啊？我嘛，负责哄老皇上开心，给咱们赚本钱啊。哎，其实啊，就算他什么都不干也行，因为这100两黄金本来就是皇上赏他的。哎呀，别这么说，我们呐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反正也暂时回不去了，都是要过日子的，那还不如过得好点，你们说是吧？啊？也对啊，也好。哎，那这样，来，祝我们生意兴隆。老板，哟，打包的菜做好了吗？哎，做好了。大嫂，今天怎么没见那个小姑娘跟你一起来啊？她在店里呢。啊，我给小姑娘准备了一份礼物，你帮我带给她吧。不用，太客气了。谢谢。没事儿。其实大嫂，我有件事儿想麻烦你。哦，你说。在这附近有没有好一点的店铺要转售或者出租的？我想盘个店。这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你跟我家小丫头又那么投缘，以后到家里来做客。那就谢谢大嫂了。不用，谢谢啊。哇，能赚好多钱！耶！哟，双儿姑娘，你的贵人还没有来接你啊？他会回来的。你信吗？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天姿国色呢吧？不过和我们一样是卖笑的，男人玩玩也就罢了。他要是真想回来接你，到现在怎么会连个人影都没有啊？你遇不到好男人，那是你没本事。我孔双双可不一样，见过我的男人就没有一个放得下的。走着瞧吧，等我哪天飞上枝头当凤凰了，你会后悔用今天这种态度跟我说话的。唉，都当了婊子了，还立什么牌坊啊？切，什么玩意儿！
了？大人，顺儿的脚。哎呦，你这脚！来，快！多谢大人。双双姑娘，您这是伤到哪儿了？让本县帮你瞧瞧。哎，大人，双儿有点口渴。我给你泡茶去啊，等着啊。大人，双儿姑娘，您这是？大人的记案有些杂乱。这些事儿吩咐下人做就行了，怎么敢劳驾双双小姐您呢？双儿愿意。大人，这是？哦，这个是当朝二王爷的金龙佩。先前啊，凌晨王微服出巡，来到长乐县，把金龙佩遗失了，现在还责令我在查找呢。凌晨王？虽说他现在是凌晨王，但是将来啊，可能是太子，再用不了多久，可能就是当今的……双儿小姐，不说了。凌晨王对我可是十分的看重，很有可能会让我进宫入职。双儿小姐，到时候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到京城转转呢？啊？双儿想。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、三王爷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青柔啊，皇上的寿宴你办得非常好，皇上高兴，哀家也高兴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赐啊？赏赐？皇上已经赏过我100两黄金了。还有人嫌赏赐多的？那做人也不能太贪心了。好，朕就喜欢你的坦诚。哦，皇上，我想到我要什么赏赐了。好，说吧。我想啊，儿臣想代尹晴柔求一个赏赐。我还没说完呢。儿臣恳请父皇母后赐婚，废除3月之约，让我与尹晴柔尽快成婚。开始。